有民众和朋友坐商务航空去到美国，敢若伊行李无送来，因有登去机场2届和地勤人员确认，敢若摕到这美金60块的延迟赔偿金。飞航专家就指出讲，虽然行李延误或者是拍无去是真实发生的，若准这旅客伫咧买机票时阵有买一份运送契约，这行李若准拍无，航空公司就要担起责任。欢喜和朋友约去美国佚佗，煞伫到了后，无领到托运的行李，增加变数。伫机场甲地勤登记了后，张先生佫继续迄天和朋友的行程。了后，伊佫2摆来到机场去问行李伫倒，客服人员是一直叫伊等通知，等美方处理，一直到转来台湾进前，拢无找到行李。第一时间敢若补偿伊60块。你们的官网上面写说你们会依照华沙公约跟蒙特罗公约来做赔付，但上面的金额远远就是不止这个样子。我整整在 LA 生活12天，我完全没有行李，这笔金额是远远完全不够的。那我今天也没有跟他说，我给你的收据我全部都要报销，至少说你可以按照条款上面的东西去走。伊只好伫当地甲必需品，包括行李箱啊，拢订买，一直到转来台湾继续联络客户，但是一直互转接，对机场到主管拢无赔偿的具体方案。商务航空回应讲，行李延误的案件会照实际状况提供帮助和补偿。目前台湾和美国场站拢继续在找，那落尾嘛是找无，旅客会当提出实际损失申请理赔。全世界所有的航空公司遵循的是一个1999年蒙特利尔协定，那航空公司要负责把你运送到指定的机场，过程中造成的任何的一个损害，赔偿的金额上面它不会说低于这个规范。以三大国际航空做例，托运的行李若是放弃，华航照华沙公约，每公斤是赔偿20美金，也是蒙特罗公约参考国际汇率，当然无明确写出金额，不过针对损害的赔偿嘛是照国际公约。商务航空的官网嘛讲，照公约来制定规范，各航空拢强调赔偿的前提就是行李爱符合运送规范。那额度它其实也非常的有限，那确认遗失的话呢，也要等到21天之后呢才可以申请理赔，而抵达目的地到21天之间呢，公约上并没有订定这一部分的理赔范围。如果有需要额外保障，要投保旅行不便险。旅游网测分析，若是以蒙特罗公约做依据，总理赔额度的上限，敢若代票64072块。关键物件是无法度叫航空公司另外赔偿。为了避免行李延迟也是放弃，建议旅客会当甲重要的物件随身带咧。逐摆结束旅程的时阵，爱记得甲行李箱顶悬托运的条码拆掉，避免后一抓政策错误，行李互送去其他机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